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3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2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35天。根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月26日宣布，在库尔斯克州维克托罗夫卡至乌斯佩诺夫卡地区成功摧毁俄军第18摩托化步兵师和第9摩托化步兵团基地指挥所。俄军第9摩托化步兵团第1营营长在袭击中阵亡。这个也就说明俄乌双方继续在库尔斯克大打出手。这个离普京要求俄军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也只剩2天了，看着普京这一次又要失望了。想把乌军彻底赶出库尔斯克，恐怕也只能通过特朗普帮忙。特朗普不出手，凭俄罗斯人想把乌军赶走太难，真的是做不到。不仅是库尔斯克乌军赶不走，连这个比尔格莱德乌军又占了一大块地方。说乌克兰武装部队攻入比尔格莱德地区1周后，那里的战斗愈演愈烈，双方都在增援部队。俄罗斯国防部此前称，乌克兰所有袭击均已被击退，但俄罗斯军事博主、作者和当地政府评估形势严峻。比尔格莱德州州长称，发生战斗的克拉斯诺达尔斯克州几乎所有居民都已撤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么在其他的战场，根据乌克兰参谋部的消息昨天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车辆和设备也燃起熊熊大火。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也就是红军村方向，乌克兰3面围攻，俄防线已经岌岌可危，突出部被击穿只是时间问题。克里米亚方向，乌克兰袭击像狂风暴雨再次精准打击俄的能源设施，让俄罗斯苦不堪言。乌军的左右开弓，让俄罗斯焦头烂额，兵力调动间隙，又被无人机群精准收割，损失惨重。过去24小时，乌克兰前线发生了207次军事冲突，有1280支就是俄军成为耗材。过去1天里，乌克兰摧毁了5辆坦克、15辆装甲车、17门火炮、59架无人机、77辆机动车及冲锋车辆。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尽管泽连斯基已声明停火，但乌克兰军队依然在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俄军在克里米亚沿海击落了2架乌克兰无人机，后者的目标是格列伯夫斯基地下储气库。俄罗斯国防部还指责了乌军袭击了布良斯克和库尔斯克能源基础设施，导致当地部分用户断电。对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严正否认俄罗斯国防部的指控，澄清在3月25号到26号期间没有对库尔斯克、布良斯克和被占领土克里米亚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任何打击，全部指控均系俄方捏造。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出，俄罗斯政府散布虚假指控有3大目的：为持续军事行动制造借口，维持俄罗斯国内战争宣传热度，破坏国际社会的调停努力。俄罗斯通过虚假指控延长战争周期，其宣传机器正在全力制造认知战迷雾。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报道说，俄罗斯占领者在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进行了116次空袭，投掷了184枚俄制炸弹，这比上周任何一天的空袭次数都要多。上周每天空袭次数在74到94次之间，每天投掷的炸弹在81到151枚之间。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继续炮击，继续轰炸。我想特朗普恐怕现在是焦头烂额，对这种互相指控，特朗普他怎么判断？不管怎么说，反正双方都没有给特朗普面子，都没有真正的停下来。至少到现在为止，停火还是个笑话。特朗普现在确实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当地时间3月26号晚到27日凌晨，俄罗斯军队对哈尔科夫、奥德萨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乌克兰城市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按照乌克兰国家警察局提供的信息，仅在哈尔科夫地区就有16名平民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俄罗斯军队又在乌克兰占领区新建了3个自杀式无人机发射基地，总数已达到了10个。俄军目前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发射100架到200架自杀式无人机。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首先，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说，我们将继续通过支持乌克兰对抗普京
帝国主义的战争来捍卫国际法。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乌克兰军队是欧洲和乌克兰安全的最大保障。说得非常好，也就是说你要只有武装乌克兰军队，现在北约只能靠乌克兰军队，欧洲这些国家援助乌克兰。瑞典准备实施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重新军备计划，并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宣布了该国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重组计划。他表示瑞典的国防开支已经超过北约的 2% 目标，但这还不够。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在北约海牙峰会上提高这一数字，我们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到2030年，瑞典打算将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 3.5%。从2025年开始，计划购买价值25亿美元的武器，并于2026年至2028年交付。瑞典计划将这些资金用于防空系统、无人机、火箭炮、个人防护装备和弹药。此外，到2025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从25亿美元增加到40多亿美元，也就是欧洲这些国家也加码援助乌克兰。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自愿联盟会议在巴黎召开，除了马克龙和泽连斯基之外，有英国、德国、波兰、西班牙、立陶宛、拉脱维亚、丹麦、荷兰、意大利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出席会议。这个志愿者联盟在巴黎讨论什么？实际上就是向乌克兰派兵，希望他这一次能讨论这个眉目。3月27号，美联社援引法国官员的话透露说，欧洲国家正在考虑部署军队帮助乌克兰解决冲突，包括第聂伯河沿岸或乌克兰西部地区。美联社的消息，欧洲军事指挥官正在讨论在乌克兰部署军队的各种选择。法国提议在乌克兰中部第聂伯河沿岸远离前线的地方驻扎大量军队。此次部署欧洲军队的目的是推动乌克兰冲突的解决。欧洲的军事战略家们正在讨论欧洲部队的部署方案，其中还包括将军队部署在乌克兰西部以及邻国。周四，自愿联盟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讨论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包括在乌克兰部署欧洲维和部队的可能性。欧洲国家正在寻求就此问题达成共识。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通过美国的调解，要求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做出承诺。英国的斯坦默对乌克兰的计划被视为一场政治秀，这是此前有媒体报道。他说，西方提议向乌克兰派遣亚洲和南美国家的维和部队，这个是俄罗斯拉夫罗夫说的。俄罗斯的这些政客说你英国的斯坦默在那表演。这回英国、法国、德国不争馒头的争口气，把部队派到乌克兰。不过马克龙他又说，他说未来俄乌停火后，乌克兰军队将是乌安全的第一保障。乌伙伴为向乌提供安全保障而派出的部队不会部署在对峙前线。马克龙在会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不应混淆安全保障与维持和平。他说，未来俄乌停火后，预计将仍有对峙前线，因此需要维持和平的机制，这可以是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如此所有区别的是，乌伙伴为乌提供安全保障而派出的部队不会布置在对峙前线，而是作为预备的威慑力量，根据相关国家意愿以及协商部署在乌境内战略要地，并向乌提供军事训练、后勤补给等支持。另外，马克龙立马宣布，法国将向乌克兰新增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也就是额外再给20亿欧元。这法国这个铁公鸡拔20亿不容易啊！这个泽连斯基他也实在，他对记者说期待巴黎峰会上做出重要决定。问题的关键是谁准备好了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这是新华社报道的。法国提议组成叫志愿者联盟，也向乌克兰派兵，无论它是维持和平还是什么安全保障，你只要把部队派过去就行。无论是派到对峙的前线，还是第聂伯河，还是利沃夫，只要把部队先派进去，先迈开第一步，后面都好说。不要谈了1个月了，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马克龙说的也对，前线维持和平的最好是联合国授权，而他们欧洲的叫志愿者联盟，他们是自己自愿派部队在乌克兰的后面，也就是在这个第聂伯河非交火区，在那儿做震慑作用。如果说俄罗斯再次发动战争，那么这些国家他要保护乌克兰，这叫安全保障。至于维持前线停火、监督停火，对吧？负责前线的和平，那得有人监督，要不然双方炸来炸去的，互相炮击、互相指责，那也谈不上和平。所以这个活最好让联合国授权干，联合国派维和部队。欧洲志愿者联盟是
用来保护乌克兰，是俄罗斯下一次侵略的时候他们要上啊，就这意思。那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只要把部队先派过去，这对乌克兰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所以泽连斯基说的很清楚，到底哪些国家要派多少部队来。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罗斯坚决反对西方维和人员在乌克兰部署，伦敦和巴黎以此来伪装其军事干预计划。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俄罗斯坚决反对这种情况，向乌克兰派遣西方维和人员，这可能导致俄罗斯和北约的直接冲突。扎哈罗娃指出伦敦和巴黎在继续酝酿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图谋，并将其伪装成某种维和任务。这个俄罗斯就是叫强盗逻辑，这个国际社会应该不予理睬，因为俄罗斯现在库尔斯克就有金家驹，就有朝鲜部队，你俄罗斯能邀请朝鲜部队到库尔斯克，乌克兰凭什么不能邀请欧洲的军队？这是哪儿的道理呢？这赤裸裸的就是强盗行径。泽连斯基现在跟法国打得比较火热。3月26号，泽连斯基发文说，我要亲自感谢马克龙总统以及整个法国民族对乌克兰坚定不移、坚持原则和有意义的支持。他现在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做很多事情来确保欧洲的真正安全和我们所有人民的稳定，与法国以及欧洲和其他地区所有伙伴一起。我感谢欧洲各国帮助乌克兰进行防御，我们需要的是稳定、可预见性和充足的国防援助。美国、欧洲国家都必须发展国防生产、科学技术和安全领域的技术能力。欧洲为自身安全生产的越多，我们大陆的生活就越安全。我感谢所有在乌克兰投资国防生产并与我们国防工业联合生产的国家。今天马克龙和我讨论了如何加强与法国的联合生产和工业实力，从防空到火炮。当然我们致力于外交。这个泽连斯基说，克里姆林宫参加谈判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和平，而是为了削弱制裁。此外，克里姆林宫还希望利用特朗普达到他其他目的。根据彭博社报道说，特朗普任命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塔尔西·加巴德在周二发布了一份最新非机密评估报告，认为俄乌双方可能会有更大的动力延长这场战争，而不是在压力下仓促达成全面解决方案。双方领导人均认为，长期战争的风险小于无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的风险。这就是我们说的，双方还没打累，双方的这个要求一个是天上一个地下，差距太大，领土谁都不能放弃。特朗普想靠美国的两边施压，想促成和平，强迫一方吞下苦果，这怎么可能呢？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谈判当天便开始操纵并试图曲解协议。他说，在谈判当天我们就看到俄罗斯人已经开始操纵，他们试图曲解协议，实际上在欺骗我们调解人和全世界。这个泽连斯基说的比较委婉，实际上就是在欺骗特朗普，骗全世界。他说，白宫已经发表了非常明确的声明，而克里姆林宫再次撒谎，声称黑海的平静取决于制裁问题，以及所谓的能源平静开始的日期是3月18日。俄罗斯一直在撒谎，是否允许克里姆林宫再次撒谎，这取决于全世界，取决于那些真正渴望和平的每个人。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将尽一切努力使协议生效，但他也指出，俄罗斯军队必须意识到，如果他们发动进攻，将会遭到强烈的回应。这个普京的算盘打得非常好，黑海停火，他要求先要解除部分制裁。昨天咱们也说了，结果解除制裁，虽然美国单方面有这个意向，说愿意考虑先给他解除一部分制裁，但是欧盟人家不答应，你美国单方面解除吧。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3月27号下午，援乌意愿联盟就志愿者联盟峰会在巴黎闭幕。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齐聚巴黎的30多个国家代表一致认为，在乌克兰明确实现和平之前，不应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此次会议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可能准备放宽对莫斯科的制裁，以作为促使莫斯科签署黑海停火协议的激励措施之后召开的。欧洲领导人已明确表示，他们希望制裁将作为制衡俄罗斯的手段。英国首相斯塔默也表示目前并非解除俄罗斯制裁的时候，首先要给予乌克兰更多的支持，确保乌克兰处于尽可能强大的地位。其次，要完全明确，目前不是解除制裁的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德国总理舒尔茨周四也拒绝了对俄罗斯放松制裁的提议，称近期的事态发展表明，莫斯科也就是普京目前并不渴望真正的和平，并呼吁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你看，就是欧盟这些主要国家不仅不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反而还要加大，迫使普京停火，退出这个
1991年的边界。舒尔茨对记者表示说，德国及其盟友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基辅与莫斯科之间的停火谈判仍在进行。舒尔茨呼吁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直到真正实现和平之前，结束制裁毫无意义。我们离和平仍然很遥远。这是德国的态度。实际上，这个马克龙的态度更坚决。马克龙早就表示了，如果俄罗斯返回国际公认的乌克兰边界，对俄罗斯的制裁将被解除。这是他在社交媒体上自己发的一条。马克龙还说，他支持特朗普提出的以实力求和平理念，这并不意味着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就是你俄罗斯军队退出乌克兰，再聊制裁的事情。而且这还是条件之一。你看看欧盟不仅没有解除制裁，反而加大了制裁力度。3月26号，针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制裁在欧盟港口生效。从现在起，装载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油轮将不能使用欧盟港口向买家转运，这将增加向非洲和亚洲国家输送天然气的难度。俄罗斯供应的液化天然气有很大一部分要经过欧洲港口，主要来自叫诺瓦泰克公司拥有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业内专家说如果不能在欧洲转运天然气，他们将不得不派遣破冰油轮走更长的航线，这意味着运输数量将减少，因为船只将无法像现在这样迅速返回，也就是它一年拉不了几趟货。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公司与比利时公司签订了最大的转运合同，这个18万立方米的储罐每年可处理多达800万吨液化天然气。你看看，这不就是断俄罗斯的财路吗？也就是欧盟不仅没有解除制裁，反而在变本加厉。你看英国、德国、欧盟，他在派兵这一块，在援助这块、掏钱这一块，现在还在扯皮，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但是在对制裁俄罗斯这一块，那是铁板一块。俄罗斯，你普京别想。我们再看北约秘书长发出强烈警告，就在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即将达成停火协议的背景下，北约秘书长吕特3月26日公开表示，如果俄罗斯胆敢对波兰或其他北约国家发动袭击，北约将对俄罗斯发动毁灭性打击。最近德国媒体、一些西方媒体不说了，俄罗斯要对爱沙尼亚发动袭击吗？也就是俄罗斯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面，恐怕要对波罗的海3国，甚至对波兰发动战争，这都是传言呢。但是你看，北约秘书长他对这个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也就是北约对俄罗斯想要发动攻击的判断一直是属于高度认同。他们一直都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接下来时间里对北约一些成员国发动打击，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这种土地换和平协议之后，大家想象一下，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他得逞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他领土拿到了，无非就是拿了大的一块还是小的一块。完了之后，特朗普还是承认这些领土是俄罗斯的，要不然怎么叫领土换和平呢？克里米亚、乌东4个州，你得公认它是俄罗斯领土。也就是俄罗斯虽然死了上百万人，但是人家他得到好处了，还没有得到惩罚。那你说接下来普京会干什么？那就是打波罗的海3国啊，还有波兰啊。打了你有什么脾气？你北约警告有什么用？你除非北约武装乌克兰，乌克兰帮你北约打仗，但是北约又不接纳人家，靠你北约这些3瓜2枣的，你跟人家俄罗斯对抗，你拿什么打？美国人家也不参与了，特朗普会帮欧洲吗？所以这个北约他已经脑死亡了。你不帮乌克兰打赢这场战争，你光在那恐吓有什么用？所以这个波兰人、波罗的海3国这都非常紧张，知道北约不靠谱。想象一下，如果乌克兰都要失败，领土和平，你北约哪个国家你又能把俄罗斯打败？你无非就是利用依靠美国。但是特朗普他已经不打算保护欧洲了，那你还能有什么办法？最能打的乌克兰被抛弃了。所以你看，泽连斯基现在非常务实，泽连斯基现在就已经开始要打持久战了。对，马上泽连斯基就要出版叫《论持久战》，发表一篇社论，再出本书。这个泽连斯基在巴黎接受欧洲各地记者采访时说从普京的年龄来看，他很快就会去世了。大家看视频。Суспільство залежить, але і залежить від його років. Він помре скоро, це факт, і все закінчиться. Тобто його питання він може закінчити до того, як він, скажімо так, закінчить своє абсолютно безпечне і невдале історичне життя. І ось чого він боїться.
我想这泽连斯基说的话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肯定说，对吧？就是这个普京毕竟年纪大了，75岁70几岁，来日无多了，肯定是活一天少一天了，说不定很快就死了。而泽连斯基呢，他很年轻，对不对？才40多岁，肯定比普京要活得长，对吧？人家现在打持久战，就跟你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个特朗普他也承认了啊，俄罗斯可能会拖延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协议。当被问及克里姆林宫是否会推迟停火协议时，特朗普说我认为俄罗斯希望结束战争，但他可能在拖延时间。就在美国和俄罗斯在沙特利亚德会谈结束以后，西方媒体和专家他们基本上是异口同声一致认为特朗普又被普京给利用了。这个华盛顿邮报说，根据这个媒体提供的数据说，俄罗斯的农产品和化肥出口并未受到制裁，而是在不断增加。说2023年到2024年俄罗斯粮食出口7100万吨，相比之下2021年到2022年仅为4200万吨。金融时报则预测俄罗斯今年的化肥出口会继续增加 5%。 这些专家说，这个普京给特朗普开出的条件并不是要扩大俄罗斯的农产品和化肥出口，而是利用这个农产品和化肥出口削弱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体系，只不过是农产品和化肥只是个借口。金融时报说，如果解除对俄罗斯农业银行的制裁，将标志着西方对俄制裁政策的重大倒退。你看他目的就是想解除一些银行的制裁，那这些银行它就会开展别的业务，买卖那些军工产品的零部件、机床都可以。天空新闻发布评论称俄罗斯人不值得信任，他们违反了190多项协议。特朗普也许意识到克里姆林宫在耍花招，但仍抱有足够的幻想。我们再看看这个大国在俄乌冲突中有什么表态。大国说乐见各方一切停火努力，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当地时间26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人道问题，大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这个是最新表态他说，中方欢迎美俄就举行对话以及和谈达成的共识，欢迎近日俄美、乌美在利雅得举行谈判，就黑海安全航行、能源基础设施停火、俄罗斯农产品、化肥出口等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支持在所有当事方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达成一个公平、持久、有约束力并被各方所接受的和平协议。基本上说的滴水不漏。最重要的在下面说，中方指出，战事发生在欧洲大陆，欧洲有必要为和平发挥作用，共同解决危机的根源性问题，找到均衡、有效、可持续安全架构，实现欧洲大陆长治久安。你看这个话是一语双关。什么叫一语双关？首先，你俄乌停火，你必须有欧洲参加，你这个战是发生在欧洲大地，这欧洲人不参加，你谈个什么劲？你看看是不是这意思？这第一层意思，你美国、俄罗斯，你别想把欧洲绕过去。事实上也这样，你不让欧洲参加，那制裁解决不了。第二层意思，实际上就是你看什么实现欧洲大陆长治久安、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但是说来说去就是欧洲要自立，别跟美国混在一块。你跟美国混在一块，你跟北约混在一块，最后美国、北约不仅不能保护你，还给你带来灾祸。就这意思。你看北约保护不了你，美国也保护不了你，结果你还在这儿饱受战争的摧残。那是言下之意，你欧洲要独立。再看看俄罗斯国内，俄罗斯央行行长表示如果战争持续和欧盟继续制裁下去，俄罗斯不得不动用民众储蓄来维持战争。最近一直在有这个传言，俄罗斯国内有议员提议把俄罗斯老百姓的这个储蓄给它冻结，这个什么20万卢布以上的全部没收，20万卢布以下的给你过日子，大概这意思。你看俄罗斯央行行长今天又出来说了，如果欧盟的制裁继续下去，如果这个战持续打下去，俄罗斯不得不动用民众的储蓄来支持战争。你看看俄罗斯这战打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我一直说普京是特别想停火，但是一方面他国内有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是普京以为在战场上还能占点便宜，普京认为特朗普比他更急于停火，所以就玩这种谁先眨眼谁输的游戏，瞪眼游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印度的访问正在筹备，说普京总统接受了印度总理的邀请，俄罗斯总统对印度共和国的访问正在这个俄罗斯人很有意思，他不是马上
上要搞什么莫斯科胜利日阅兵嘛，他希望这个穆迪带着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给他撑场面。这个穆迪也有意思，他说邀请普京到印度去访问，这俩人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个目的无非就是希望俄罗斯你们冤大头再多出点钱，我再多印点卢比给你拿着，你把石油天然气都给我往我这送一送。哎，卢比有用，你拿着卢比之后，你可以再来投资印度。我们印度现在发展特别快，印度发国债，印度要修大桥、修铁路都要钱，对吧？你把卢比存在印度，买印度国债，年化收益10%，你看多好！你说这个俄罗斯他自己都没钱了，他还得勒紧裤腰带流血支持印度的发展，想从印度这儿赚钱多难呢？印度赚钱印度花呀，一分别想带回家。但是普京也有什么办法呢？毕竟朋友不多了，互相给面子的已经没几家了，你总不能让白俄罗斯天天给面子吧？那白俄罗斯也是每次去的时候两手空空，这清明节上坟带个报纸去了，走的时候可是实打实的带着东西回去的，这叫贼不走空。总之都是薅鹅毛去的。这俄罗斯本来就不富裕，打仗，结果还这些小兄弟不停的薅鹅毛，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对于乌克兰来说，抗击俄罗斯的侵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